因为美国关税冲击的4100亿特别条例草案，今仔日伫判议会一读交付经济财政委员会练习审查。这总预算内面的头一批238案该档案，也全部呢交复委审查。这立法院长杜英泰表示感谢立法院，也希望两个院做伙来合作，把这速度变紧。不过这南北党团是强调会严格来审查。现场大家都支持。 没有任何意见，我觉得非常的欣慰。我们需要行政、立法两院一起来合作，这个速度才能更快。没错。面对美国对顶关税政策冲击，行政提出4100亿特别条例来进行。切至第立法议会调也无异议之下，一同交付经济财政委员会联席审查，就惊引起调也攻防。民进党团切至表态，要请南北党团全部合议动议书，和特别条例草案进入理性讨论。 希望各党团能够签出不复议的同意书。不管在4100亿或者是解冻案的部分，我们仍然会本于在野党的职责来做严格把关。其中一年高关税的这个长期的，要怎么样来帮我们产业他们的，我会强烈的支持。 南北拢表态严格把关，那特别条例草案有进度，预算内底包含行政院中选会被动的70%业务费的改动案等，第一批238项改动案也全部复委审查。不过，因前正过 NCC 人事案都用台原本升到4月底提名单，不过决定跳票。很抱歉，本来我预计4月份，那可能我们在下个礼拜看能不能让他们完成自己这个工作上的安排，但是人选上都已经确定。 南北立委拢批评执政党团名单，未来 NCC 委员名单送入立法院，恐见佫引起调也攻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